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欧方认为欧中关系存在分歧，但应持续对话，同意将举行欧中峰会。据报道，欧洲理事会一位不具名官员又在事后简要说明两人通话重点。米歇尔通话时还提及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强调需要就此问题继续对话。美国总统拜登计划下月恢复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制定涉及从墨西哥非法入境人士的边境政策。该政策名为移民保护协议，被外界称为留在墨西哥。拜登上任总统后被取消。从明年开始，在哈萨克斯坦获得外国疫苗将是有偿的。据报道，卫生部长阿列克谢蔡在中央通信服务局的简报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哈萨克斯坦生产的疫苗将继续免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是岸田拜相以来首次。约翰逊承诺推动讨论取消福岛核灾后日本食品进口英国的限制。二人提到中国等地区议题，并同意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讨论让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及进步协定。鉴于沙特境内疫苗注射进展和每日新增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减少，根据卫生部门的评估结果，政府批准放松部分疫情防控措施。麦加和麦迪那两座大清真寺也将满符合接待访客。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利亚·阿卡尔与来访的波兰国防部长马里乌苏·布拉扎克举行了会议。波兰国防部长在布拉扎克会后说，一个代表团将很快被派往土耳其购买武器系统并交流经验。据中国媒体报道，神舟13号载人飞船今日凌晨0时23分在酒泉发射。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名航天员将领命出征，他们将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